迎收睇2026年8月25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講新聞前，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頻道內容，歡迎訂閱、分享同留言讚好。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國際新聞：英國外相安迪·伯納姆抵達基輔，攜帶長程導彈技術圖紙。適逢烏克蘭慶祝第35個獨立日，早前有份報道提及伯納姆重申英國會全力撐烏克蘭。今日佢就親身飛到基輔，並獲其他歐洲領袖陪同，展現西方團結。莫斯科方面早前已經警告，一旦烏克蘭使用英國武器，會有嚴重後果。呢一次導彈技術轉讓係英國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嚟最重要嘅軍事援助方案之一。烏克蘭長期游說西方嘅盟友提供長程武器，希望可以打擊俄羅斯境內更深處嘅目標。至於前線局勢，雙方依然陷入苦戰，傷亡持續增加。究竟呢一次援助升級能否扭轉局面，仍然係未知之數。國際新聞：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上個星期日發生致命山泥傾瀉，一個大型垃圾堆場喺暴雨後崩塌，掩埋附近房屋，至少30人死亡。事發喺首都卡馬恩區嘅主要堆填區，現場目擊者話見到大量廢物傾瀉而下，波及周邊住宅區。救援人員目前仍然喺瓦礫中搜救。當局承認死亡人數可能仲會上升。據了解，連日大雨令堆積多年嘅廢物堆失去穩定性，最終引發今次嘅悲劇。外界隨即質問當地嘅安全監管是否存在漏洞？點解一個存在多年嘅堆填區可以累積到咁大嘅規模，而冇相應嘅防護措施？究竟幾內亞當局會唔會趁呢一次嘅慘劇整頓全國堆填區嘅安全標準？外界拭目以待。國際新聞跟進俄烏局勢。志願者聯盟領袖琴日喺烏克蘭首都基輔舉行峰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再次強調，當地面對嘅防空系統短缺問題已經到達臨界點。英國能源大臣米勒班 Ed Miliband 以及係新西蘭總理盧克森 Christopher Luxon 都有現身今次嘅峰會。據了解，呢個志願者聯盟係由多個西方國家組成，目標係加強向烏克蘭提供防空能力，包括愛國者導彈系統在內嘅先進防空裝備。澤連斯基喺會後表明，烏克蘭目前急需更多嘅防空設施，去保護平民基建設施同民眾安全。今次峰會選址喺8月24號，亦都係烏克蘭獨立週年紀念日。據報，俄羅斯軍隊近幾個禮拜持續加強對烏克蘭城市嘅導彈同無人機攻擊，令到當地嘅防空壓力越嚟越大。究竟志願者聯盟各國最終能唔能夠喺冬季來臨之前向烏克蘭交付具體嘅防空承諾？各方短期內相信仍要繼續傾。國際軍事局勢又有新嘅發展。俄羅斯軍隊喺幾個鐘頭之前向黑海上一艘民用貨船發動襲擊。呢一次攻擊正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呼籲和平談判之後幾個鐘發生。同日，英國外相戴維·伯納姆 David Burnham 就訪問咗基輔 Kyiv， 並向烏方交付咗風暴陰影 Storm Shadow 長程導彈嘅技術圖則。伯納姆表明英國支持烏克蘭，呢個係正義嘅立場。不過莫斯科 Moscow 就強烈譴責英方嘅做法，形容呢個係火上加油，並聲稱已經向英國發出所謂離譜嘅威脅回應。各方喺軍事同外交層面互不退讓，令外界憂慮局勢可能進一步升溫。希望各方都唔好再火上加油，否則烏克蘭平民只會繼續成為最大嘅受害者。翻嚟 WA 新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內塞確認喺佢任內唔會改變西澳現行總值600億澳元嘅課賦稅分配安排，令到州際之間喺呢個問題上嘅矛盾進一步升溫。阿爾巴內塞喺今日重申，聯邦政府唔會就西澳嘅課賦稅分配方案作任何調整，即使早前有一份報告建議改革現行機制，佢依然堅定立場。今次決定為西澳嘅經濟規劃提供咗重要嘅財政穩定性，但就惹嚟其他州份嘅不滿。新南威爾士同維多利亞尤其係最激烈批評呢個安排嘅州份，佢哋認為現時嘅分配機制對佢哋並不公平，佢哋所獲得嘅份額遠遠低於應有比例。外界普遍關注呢個保證究竟能否為全國財政框架帶嚟持久嘅穩定，定係只會繼續加深各州之間嘅嫌隙？究竟呢個僵局幾時先可以打破，仍然有待觀察。翻嚟 Queensland 新聞，
上個星期我哋曾經提及過嘅巨型數據中心項目有新發展，聯邦政府決定立法介入。上個星期提及嘅319億澳元巨型數據中心項目，聯邦能源廳廳長克里斯博文 Chris Bowen 表明坎培拉將會立法繞過昆士蘭嘅反對，強行落實將大型發展項目同可再生能源掛鈎嘅規定。不過州長克里斯亞庫利 David Crisafulli 就堅定表明，昆士蘭應該自主決定自己嘅能源未來，唔需要聯邦干預。佢認為州政府先最清楚本地需要，點解要聽聯邦話？呢個項目嘅爭議核心係供電容量、供水同埋審批權誰屬。國際發展商已經表明，呢個將會係全澳洲最大型嘅超大規模數據中心，聲稱可以為偏遠地區帶嚟數以千計嘅就業職位。究竟聯邦干預係可以化解今次監管矛盾，定係會製造更多新問題？雙方短期內似乎都唔會讓步。翻嚟 Queensland 新聞，北昆士蘭有監獄爆出利用無人機運毒嘅醜聞，當局成功喺毒品送達囚犯之前將佢截獲。案中一架裝載咗價值100萬澳元毒品嘅無人機，目標係塔斯咸 Townsville 懲教中心 Townsville Correctional Centre。不過就喺送達前被及時截獲。一名47歲嘅昆士蘭男子因此被起訴多項毒品走私罪名。塔斯咸位於昆士蘭北部，距離布里斯本大約1300公里。當地懲教設施一直受到違禁品滲透問題困擾。呢次案件由聯邦警察 AFP 同昆士蘭警察廳聯合調查，究竟當局會唔會喺事件後推行更嚴格嘅監獄保安措施？目前仍然有待觀察。翻嚟 Queensland 政治消息。之前講過，單一民族黨 One Nation 喺昆士蘭面臨被撤銷政黨資格嘅危機。呢排佢哋又再惹上官非，黨內移民政策遭到猛烈嘅批評。Senator Webb 狠批佢哋嘅移民立場全部都亂晒大龍。但係單一民族黨領袖保林漢森就為政策辯護，話佢哋唔係反移民，係想要有 Australian values 嘅移民。漢森仲話依家有太多人唔知道邊個係嚟緊，但佢就拒絕透露具體嘅目標數字。單一民族黨強調佢哋唔係話唔想要移民，只係想要有質素嘅移民。但係反對派就質疑呢個含糊嘅立場到底係深思熟慮定係亂嚟？究竟佢哋係真係為咗澳洲，定係只係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今日全澳洲陰天，豪巴錄得7度最凍，Darwin錄得28度最熱，Toowoomba陰天13度22度，Brisbane 局部多雲13度23度，Sydney 陰天14度18度，Melbourne 陰天11度16度，Adelaide 毛雨11度16度，Perth 大致天晴11至到19度。如果大家想 support 個 channel， 可以去 Buy Me a Coffee 請我飲咖啡。Description 有連結，多謝，我哋聽日再見。